搭配来服侍神哈。谢谢他们用美好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人们需要主带我们一起敬拜。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这个复活节之后，我们迎接了这个清明的假期哈。大家本来有安排很好的旅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地震就受到影响哈？本来要去东部的就去不成了。不过真的我们要为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给隔壁祝一下说，愿主赐你平安，好不好？好。这是最需要的，特别是遇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很没办法确认哈。就在4月3号那么清早，那么好的天气，那有人就在太鲁阁的峡谷欣赏美景，但是在美景当中，随时危险就到了。我们没有人能判断说这个时间就是我在欣赏风景的时间，还是一个生命遇到很大灾难的时刻。感谢主，我们台湾的整个救灾的这个系统非常的成熟哈，所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作哈。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为遇到灾难失踪的房屋倒塌的生命受威胁的这些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我们在领受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复活节后，在迎接了这一个清明节的假期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地震，但是我们要感恩，因为在有惊无险当中，我们很多人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有失去生命的同胞，有家庭房屋财产遇到损失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求主恩典跟他们同在，因为大家的陪伴，大家的安慰跟鼓励，他们能够很快恢复他们的家园，也能够遇到失去亲人的家庭，也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属灵的信仰当中，也能够从许许多多遇到的我们无可预期的灾难当中，看见神的救赎跟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要一起领受话语，求你带领我们现在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续上个礼拜，我们在复活节之后，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主耶稣复活跟我们的关联，要紧扣住这个信仰的主题哈。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再复习其他的经文哈，我们刚念的经文哈。那首先我们是要先提起说，这个复活节主耶稣复活其实是跟我们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化代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一个思考的模式，然后有了连结之后，你会对这个节期会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受苦，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他是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被捉，被钉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死、安葬、埋葬，然后复活了，在7日的第1日复活，就是这些讯息。那其他的资讯，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代，根本没有人在旁边记录。所以基督教所现在定的复活节，它是一个历史渊源的不是随便说要在今天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基督教最大的节期2个节期就是复活节还有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在当年也是当时的教会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用当地的文化来转化成为基督的生日，基督的诞生。同样复活节有这样的历史背景。首先是这个复活节，那我们一般在国外都知道叫 Easter，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我们无法从英文里面查出说这个字跟复活有什么关系那原来它就是从条顿民族的他们一个在崇拜
当时春天的女神哈，这个名字转化过来的。那我们知道日耳曼民族就是大概以德国北欧这个系统的民族，他们当时在有这样的纪念。后来的基督教会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在崇拜其实是一个假神没错，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为了迎接春天，让春天的新的生命重新来到。只是说他们的信仰没有基督的信仰，所以当时的教会非常的有智慧，他们说：“哎，把它消除掉，说你们不行这样子纪念。”其实用禁止的是没什么效果，他们就很巧妙的说：“哎，我们要敬拜的不是这个春天的女神，我们现在来敬拜从死里复活，从严冬变成春天，万物花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就很巧妙的转化成我们今天的复活节。第4世纪基督教才能正式在地中海那个地区正式成为正式的教会。那表示这300年200-300年都是在地下的，你怎么可以公开庆祝呢？又谁能告诉你耶稣复活是在哪一天呢？所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信仰的延伸。那当时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说：那我们要把它转化嘛，因为原先他们就有在纪念这个节期啦。我只要把从敬拜的对象改变了，他们的节期的模式就很快能够转化到比他们禁止他们又重新设立一个节日更重要。所以就这样，我们知道复活节就是融合了北欧的Easter 的这个节日，还有罗马人在哀悼叫做 Artis 的这个死亡，一个神的死亡再次哀生，用这种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来转化成为基督教里面的受难周跟复活节。这个是一些历史研究里面所看到的资料好，那正式像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节日怎么定下来的？就是在很重要的325年，主后325年，我们知道在今日的土耳其的境内有一个地方叫做尼西亚。当时我们知道土耳其还有地中海，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伊斯坦堡那边，是当时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除了罗马以外，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就开了一个全教会的一个代表，等于是他们的领袖的聚会，开了很多年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尼西亚信经吗？对不对？这个尼西亚信经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大公教会、所有全部教会领袖共同认定的一个信经。所以我们今天牧师会特别采用这个信经来让我们一起读，表示说这个是普世众教会，包括现在的东正教所有的众教他们都认定，因为当时是这个普世教会。使徒信经是有一个渊源流传的，不是谁定的，就是大家很习惯使徒信经了。但是真正透过会议来定的，就在这个大公会议。除了这个信经很重要以外呢，就是他们就正式采用了当时的罗马的历法。要怎么认定的？就是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周日来纪念复活节。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每年的复活节时间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教会的那个当局他们会先公布说，最近这10年，今后10年大概每一年的复活节是什么时候？因为可以从春分来看到这个日期是什么，因为表示说这个是跟农历的有关，但是又是现代的西历那怎么样去连接呢？好，春分之后月圆啦，就是表示农历的15号嘛，月圆了，过来的那个礼拜天，在今年的复活节就是31号，比如说31号之前有一个月圆，31号月圆以前有一个春分，有这2个元素之后的礼拜天感谢主，
我们上个礼拜哇，我们的圣歌队、我们的乐团、我们的教会洗礼啊，很热闹来庆祝啊。所以到今天哈，我们所有全世界的教会都用这个方式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受难，把前面那一周叫做受难周哈。所以，如果从文化与民俗的节气来讲，其实我们华人或是台湾人，我们在纪念复活节，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它跟清明节有一些年代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它的日期就是前后嘛。所以如果说，原先的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用这样方式纪念耶稣的复活，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见说，台湾人在纪念清明节，不是为了纪念过往的亲人吗？那其实台湾经过这400年，你看，像前几天发生地震，很多死亡或是很多灾难会发生。那我们借由纪念清明，是纪念祖先，然后也借鉴苦难的历史，我们看见有复活的盼望。那复活节跟清明、跟超越苦难是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台湾人的扫墓，其实这个有带着这个盼望在。所以文化跟基督教的节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连结的哈。感谢主。那这个历史的连结、文化的连结是一回事，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跟复活节连接，那更重要。所以今天牧师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再一次提醒，主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命跟核心哈。好，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复活节过了，基督徒的生命到底你的光景如何？是不是行礼如仪、热闹完成之后，我还是回来原来的自己？或者说我庆祝了复活节，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复活的生命，就让我一个全新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充满盼望的生命，就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那差异就从这边开始了。有人复活节过了，就好像耶稣又受难了，又没有复活了。复活只是上个礼拜的事，跟我现在无关。但有人是从耶稣的复活看见一个生命的盼望，然后你的生活就按照这个模式一直走在复活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出来宣教传福音，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在？是因为他一直在宣扬这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他的主轴就围绕在基督的复活的信仰。第一个，我们从今天读的经文罗马书8章10节，他说：“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复活。”这句话解决了我们人有一死的这个宿命，就是说你我大家都知道，有一天生命会终结。就像礼拜三那个漂亮的清早，谁知道说我在参观太鲁阁峡谷那么漂亮的风景，才没2分钟，生命就结束了。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有这样的困境在，你我都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基督解决了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身体会因罪而死，我们的生命气息会因为罪而停止，但是他说，基督若住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灵会使他活着，表示说我们会超越这个死，然后基督的复活在我们里面。第二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换句话说，我虽然我的肉体仍然是属于一个最终的，或是在这个属世的世界，我的肉体还是有被那个自然律所控制住。我会饿，我会生病，我会身体虚弱，甚至有可能一天会死亡。但是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我的全部了，因为他说，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上帝，他把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有重新活过来的盼望跟的力量。意思说，这个死固然没有办法避免，但是这个活是必然的。那基督徒
你是要面对这个必朽的生命，有一天灰灰烟灭就消失了，还是说我虽然有这个必死的肉体，但是我这个活的盼望永远存在，只要主的圣灵在我里面。这个是基督徒在过了复活节之后最需要把握住的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保罗这样提示我们3个部分。他说：“上帝要把圣灵赐给你们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要赐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换句话说，我明明有复活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同在，但是我不认识他啊，我不知道这个宝贝呀，我不知道这个能力呀。就好像你在发电厂的旁边，你在没有电可以用，你遇到一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但是你躲在山洞里面，或是你戴了一个全黑的帽子，不知道现在阳光多么的耀眼。所以问题在于说，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永远存在，就像一个永远不停电的大发电厂在那边，但是你没有用到。所以关键在于说，你要让圣灵来启示你，让你认识这位复活的神，让你认识这位上帝。第二个，上帝怎么运行他的大能呢？他会开启你的心眼。那这个也更奇妙了哈。我们人有肉眼可以看见今天亮不亮，天气好天气不好，阴天或雨天，我们可以看到人事物。但是心眼是什么意思？心眼就是看不见的眼睛，但是他会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用智慧看见主的供应。那这些你说心眼我怎么开？我也不会开呀。是说上帝的大能来开。所以你要让上帝的大能来开你的心眼，就好像这只钥匙打开了，就好像这个门帮你打开了，就好像这个光线透露出来了。有这样的心眼，你才能看见他说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的应许的产业是多么丰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再说，如果没有这个心眼，你拥有复活的基督，你没有圣灵的帮助认识，你就好像坐在宝藏上面在哭穷一样。就好像有一个餐厅准备了一大桌的宴席，哇，山珍海味，但是你会肚子饿，不知道有那么好的餐在等着你。这一次发生大地震在花莲，我们知道花莲的这个太鲁阁峡谷或是利雾溪，每一次台风过或是大地震过后，有一群人他们是虎视眈眈，跑到溪边或是跑到出海口，他们在知道看什么？他们不是要去那边玩，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宝藏又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花莲那边出产玫瑰石，那个石头是非常非常的贵重。现在政府已经禁止你开采，甚至包括禁止你去捡，你捡到了你要去报备，不然的话你会被罚钱。好了，有人看到是一堆土石流，对不对？一堆泥土，但有人看到宝贝。弟兄姐妹，基督徒千万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开启你的心眼，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跟你的生命绝对的关系，因为你要走出这个黑暗，走出死亡的阴影，你要得着上帝大能，他赐给你多么丰富的产业，就是靠你的心眼。但是你不能打开，你要求圣灵来打开，你要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钥匙是这么开的，这个门是这么开的，我要得到了。所以第三个，这个大能是什么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啊？大能是说，这个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相同的。什么力量？就一个最绝大的力量，他要同样施展给你。前不久，因为
地震，对不对？在花莲很多人很焦虑。虽然我们政府很厉害，哇，这次大地震都没有什么停电呐、停了好几天呐、除了那些受灾区以外，但是还是很多人很焦虑，为什么？因为那个信号失去了，对不对？信号，特别有人手机要赶快报平安，那报不出去，因为失联了。我们可以说，这个主的大能力啊，就好像你的信号是满格的啦。然后这个大能使耶稣基督复活，是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来继续掌管，来审判死人跟活人。这样的大能力同样要在你的身上展现，只是说你有没有圣灵给你开的眼睛，你的心灵看得见，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宝藏，这个大能的产业是多么的丰盛？那如果没有，我们只不过是上个礼拜热闹过了，花了一个红蛋吃完，那没事了，等明年再来。重点在于说，你一直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以弗所书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求啦，那表示说，圣灵他不会无缘无故，所以他特别爱你，主动启示你，要不然我们要向上帝求。他说：“这个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他说：“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开启心眼，让你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产业是什么。还有一个，他在我们相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这大能是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觉非常非常的荣耀，说上帝这种大能，他没有保留的，也要给你。是你要不要得？你有没有渴慕？你有没有活在这个大能里面，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日常的生活改变，让你的工作、家庭、你的价值观改变？这个就再看复活的能力是不是在你身上展示，是不是在你身上展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哈！我们要活出复活大能与盼望。那用什么方式会有具体的达到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生命要得更新跟改变，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日常的生活上，我们的作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你有没有实质活出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方式？那在界定耶稣基督的复活跟你的连结是深或浅，够不够影响？我们有5个共同努力的这个方向。第一个，我们要敞开心胸，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主的受死跟复活，他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领受基督救恩，就是蒙圣灵引导、教导、浇灌，并且茁长。我们再次回顾，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吗？或者说，他等于把我们所有一切生命所遇到的任何困境，耶稣基督把你打包了，然后全部帮你处理掉了，送到焚化炉了，完全把它打坏掉了。你的生命的困境，你如果连接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圣灵打开你的心眼，你没有看见这样的丰盛，好了，你还是忧忧愁愁，你还是辛辛苦苦，你还是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怨恨，很多的忧伤，很多的重担，甚至很多的仇恨，还有许许多多的苦毒，都还绑住你。那你怎么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力量在你身上展示呢？你还是活在这样的世界在里面呢、没有笑容，因为
你大概还没有办法决定相信说耶稣有办法帮你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使耶稣复活的能力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是你自己信心不够呢？是你自己不愿意走出来呢？是你不愿意打开心眼呢？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钥匙呢？关键在这里。所以有人活出了全然不一样的生命，但有人还是活在礼拜五。上个礼拜牧师说，礼拜五就好像是我们还在罪当中，耶稣基督已经帮你解决了，帮你债务清了，你还是背着债，在那边忧愁苦楚。那复活对你来讲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好像跟你完全无关。所以领受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就像上个礼拜他们这些13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他就说：你愿意接受父子圣灵？说我愿意。愿意就是不是口头的，是全然的接受。第二个，你要怎么样全然的倚靠上帝？全然倚靠上帝是说，我们要跟复活的耶稣基督连结的。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看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提醒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树跟枝子是一个连结，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结果子，是因为看见这个葡萄树会不会供应养分，供应足够的光合作用，供应足够的水分。我们教会有一位我们敬重的长辈陈天登牧师因为牧师他都在第一堂，我们可能比较不熟啊。他很厉害，他很会种盆栽，他们的家的庭院种了好几百棵盆栽。因为后来他身体慢慢不大有力量了，所以曾经我们的信昌长老曾经把他一些次要的盆栽拿来教会义卖。好像去年的时候，我跟谢牧师讲说，哇，那陈牧师栽得很漂亮，我就给他买了两三盆回来，也当成一个义卖嘛。但是没想到，前几天我跟谢牧师说，这棵榕树好像干掉了，怎么办？好像不对的地方，好像又没有养分。我在期待说，它叶子枯干掉，但是那个树干还在，希望能够再复活这样子。换句话说，连一棵小小的盆栽，你要怎么栽它，怎么足够的养分跟水分跟太阳光线，都那么重要。那何况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枝子的生命，你怎么可以离开耶稣那么久呢？完全无关联吗？你自己能够自己供应养分吗？是供应水分吗？供应能量吗？没有吧？你要从树根才可以吸收吧？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连结，因为这样你才能结果。前几天我跟谢牧师骑车。所以经过我们附近的巷口，他马上指示给我说：“你看那边有一棵无花果，哇，叶子长得很漂亮，叶子旁边已经有果子了。有好的养分，有太阳，有很好的环境，它就长出树枝叶，而且长出果子。基督徒很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让我们的生命枯萎，你知道吗？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复活。能力、平安完全切断，那养分都供应不过来，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第三个，既然是要宣告我们全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既然宣告我们要全然倚靠神，那我们在生活上怎么做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的。我说上个礼拜我们在做这个受难周的礼拜的时候，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耶稣基督跟他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有最后的晚餐吗？然后他就去被钉十字架了，被抓了。他跟这些学生讲，跟他宣告，跟他交代，他要让他们得救，竟然不是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天方秘籍，或者说一个秘的锦囊，一个大能力的一个什么武功秘籍给你，你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耶稣就纯纯粹粹的说，他是走上各个他这条路。同样的，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跟你同在，也不要什么武功秘籍啊，就是单纯的每日跟上帝密契。换句话说，你跟神有密切的连结，耶稣复活的能力就一直源源不断的在你身上展现。既然这个能力不是你掌握的，但是我就公开敞开自己说，主啊，求你将你复活能力在我心中滋养着。所以当我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失望、遇到苦毒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开始展现他的功力了。因为你已经开启了你的心眼认识神，你已经接受了圣灵来开启你嘛。那所以我们如果有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能够满足内心的需要跟渴望，我们就像圣经诗篇所说的，在溪水旁的树，按时结果子，不枯干。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有每天的灵修啦，我们有370天的读完全本圣经啦，我们有背金句啦，或是我们有抄圣经啦，这些不是为了某种活动或是某种业绩，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全新活泼的生命。这活的生命是每一天跟复活的主相遇，这个是你个别跟神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你再忙都要有安息日。我们安息日不是为了一个热闹的活动，我们预备同工，大家一起来唱诗歌敬拜，好像那个仪式把它完整处理完了，那好像我们有交代了牧师有依照责任了。这个不全然是这个而已，重点是在于说，你要借由安息日跟神重新得到新的力量。所以借由主日的礼拜，我们有小组的分享时间，还有包括你灵修时间，你要竭力进入主里的安息。他说进入，那表示说这个安息不是随随便便的安息，是要进到主里面，那个安息才有力量，对不对？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有没有人这几天安排去花东去游玩的刚好你的计划就被打坏掉了或是有的人过假期到处玩塞车啦或是忙碌的不得了越休越累这个假期不休还好休到这边好累不然就是整天躺在家里面，因为没事干，哇，就越睡越久越睡越没精神。其实我们都很理解这样的生活模式。其实有一个人他要一个正常的作息，一个生理时钟，一个适当的运动，适当的饮食，他才会有活力嘛。那主给我们设立7天，有1天的安息日，就是让你重新回到这个能力，让你回到这个大能的当中。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本书非常出名，叫做《隐于能力之源》。我想那个时代读书的青年人都会，有人会送你这本书，或是你读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滕近辉这位老牧师他所写的很出名的书意思是说，你要来接近这个大能，好像你接近这个大水库一样，你才有足够的水分可以来供应你。那我们邀请大家来做礼拜，邀请大家来守安息日，邀请大家参加小组聚会。我们的灵修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希伯来书4章11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进入那安息，这样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换句话说，他要努力才可以进入安息。所以安息不是耍废就躺在那边就是安息，因为你要跟神有一个有机的关系有能力的关系，而且要努力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同一个聚集，透过这样的程序安排，是有努力在做，努力要达到领受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邀请大家来做礼拜，都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违背命令就是他对安息日没有什么好的概念，他有可能失败的机会就多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保守己心胜过保守一切。
什么意思呢？你要让你的心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以主为第一，你才有办法掌握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活出复活大能，要邀请上帝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进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地方，带来转化跟改变。所以我们复活节过了，但是从复活节，你去看周报写，它是今天叫做复活节第2主日，意思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活在复活节后的主日，每一个主日都在纪念耶稣的复活，复活，复活。每一天来到，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就大声唱诗歌说：主复活了，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呢，我要被改变，我要连接到这个大能，所以一直提醒，一直滋养，一直复兴。保罗这样勉励我们：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表示说，上帝已经把我们的身份都界定好了，但是你要不要得到，还是关键在于你。因为他说，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保罗也讲如果啊，如果表示可能你有，可能你没有，如果有才有效。加上你吃了这个维他命，你如果有吃，可能你就会今天会比较有活力；你不吃，那就可能得不到哦。那就像圣灵住在你里面，那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的身体。道理非常清楚，而且答案非常简单。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必朽的生命，不要太刻意去注意它了？我只要好好的养生就够了，其他的属灵的生命才是你追求的嘛。因为你要找出这个活的生命给你呀。那必朽的生命是一个大自然的推演的必然。我好好的照顾主给我的身体，也不担忧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一个复活的生命一直跟着我了，而且是有确据的，是使耶稣复活坐在上帝右边这个大能力给我的保证。还有什么比这个保证更大的呢？比这个保障丰盛的供应更大的呢？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一个复活大能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哈。这首诗歌呢是在圣诗里面的，但是它有中文的啊，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复活节诗歌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唱第1节跟第4节啊。如果有同工，你